哎呀，各位聽眾歡迎啦！佢哋都嚟俾你學見誒，即係播即係呢排我只特別定即係呢排講幾個數字就歡呼啦，佢哋都嚟收聽即係呢排特別即係播，因為咧我諗請到只特別嘅邊起來到啲邊咧會講即哎呀，真係 echo， 真係 echo， 我到啲啱聽嘅long 了我係 slider，แล้วไป介紹到我頂次有個人講過嘅咧，有隻往CD 他幫我聽淡薄，就是喂，哈哈，這是一個人先那時候都係叫我解請我確定我咁每這個阿 boy 看。講下這個數，然後有隻我有教掉過，隻 CD 要叫人介紹先，特別 before 我介紹我嘅歌，以前咧特別介紹我人特別介紹我人嘅特別嘅變性，特別嘅變咧就是一段阿 boy 人知，阿 boy 不來過啊嘛，阿 boy 歡迎 ，hello， 阿 boy 喺邊個路下紅絲嗰條camp，佢就做。แล้วอาบอยติงต้าไว้คิดอะไรกูอ่ะล่ะตอนหารูปจอยก็จะโปติงต้าวัดเจะนอเต้าเนี่ยคน yes แล้วสิอาบอยเนี่ยอีก็อาบอยกูตัวอาบอยก็ทำไมว่าเกี่ยวเนี่ยฮัตชิHello， ฮัตชิ歡迎係。哇，ฮัตชิเอาไว้個情啊啦，萌少少啊！你嗌咧嘅情勢咧，時間吉他活咯，係咪？係啦，即係嗰時 musician 係有嘅咧，當時。所以OK。係啦，New A 啊。係咪嘅？等陣。part time 啦 musician OK แล้วก็正攰邊啦 Magnum 都係邊佢電嘅啦介紹บันเล้ง先 Hello 歡迎บันเล้ง阿บัน阿玲 Hello，บันเล้ง阿บัน咧กับ阿玲嘅當時就是當聽到這個 podcast 人當俾看樣嘅水嘅邊咧特別去 YouTube 去看去邊咧學見到講嘅朋友為了去但係喺 YouTube 嘅 link 去看咧係邊บันเล้ง來歡迎บันเล้ง當時ตัดเป็นเองล่ะแล้วเหรอตอนเกมแล้วจิกาแล้วตอนเกมตลก冇上會喎。我冇等咗嗎？等มึงปัตตาว่าตัวเหี้ยสิว่าใส่ช่วยแต่ว่าสับปุตเต็กสิรู้เนี่ยแล้วนี่ตัวเล้งตัวละ我到就當。จะรอตอง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เปียปีสิ咩巴掌小巴仔。巴掌你到得เลยแค่เช้าหาจะสิกี่กันแล้วอ่ะแล้วกว่าจ้า啦幫你會啊，幫翻你咁你搭病去耍啦我翻臉OK กว่าช้าปีอ่ะก็แต่ว่าเกี่ยวเรื่อง咩หาหลัง叫做半厘而家咪有 wolf 嘛乜叫半厘咩不半厘到得咯嗰陣時落檔都搭住落檔本我都淨係搭巴士上頂都嘅上頭就同會啊。上頭就落檔杯啊你有兩個介紹下就落安怎介紹我最主要嘅你這 CD 咧 project 叫做咩啊 Oh My Penang 啊你 project 叫做咩我買邊咧Oh My Penang 嘅 project 安怎國策講者係咪嚟講 about 呢 project 上面咯安怎 CD 嘅 project 安怎 start 我咪變咧往先做時度講會隨人嗬會隨冇上陪護嘅食嘅人冇上講冇上話人特別做一個 album 嘛然後會有時講會隨一個主題咯隨主題大家會覺得會試下大家覺得有共鳴嘅往度經電影咯可能多電影嘛我叫你試下一條電影歌你哋愛試下係咪歌可能俾你個其他先個其他嘅咯這是幾時你 idea 嚟啊？幾時人開始 start 先呢？我先嘅 idea 是3年前就 start 有這個 idea 啦。哦。idea 我就愛想要做那個物件。
然後咗其實邊啲看到人佢哋做嘅咧做 sound festival 啊，做啊，就冇隻歌誒代表講邊啲嘅物件嘛。可能嚟看，唔是看個人表演，就冇看邊人唱歌表演嘛。做出嚟，人聽人會知道哇，邊啲嘅款式。จูบีเป็นยังไงบีตั้งรักษารักษาเป็นยังรักษาเนี่ย表yang gia短期yang gia短期比短期國家人唔樣講，邊啲安裝邊啲好啲做，嗱你聽歌嗱即係邊啲咯，或者邊啲人做少少嘅歌，大家。แล้วนี่ว่า聽啦嚇，冇講緊啦少少，我聽到淡薄了แล้วรู้ลัง有見被介紹是當見現場嘅人聽到呢是後尾出過啦，特別係當時聽到這 podcast 還是看到這 YouTube video 呢都已經出了，那就是8月18號是辦，呢個18號辦嘅時應該是當16號時就 launch 咪是唔是 CD？ 對，16號 launching 啊。แล้ว你 launch 那是你到底邊樣嘅會你被聽，你被買 CD 到底邊呢？邊樣暫時咧是菜店媽學生表，菜店媽是多啲 level green 嘅。level green 菜店媽。指頭冇等曬，菜店媽。你阿姑嘅菜店媽，阿姨嘅菜店媽。你成個你貴菜店媽嗰度 distribute 你就貴邊樣嘅菜店媽。菜店媽咖啡啊。菜店。依咖啡名叫菜店媽。Green Street 嚟喎。Green Street 啊。我16號就是多嘢會唱嘛。哦，你人會使去哦。Green Street 會使去對。你 Facebook 嘅即係我買邊樣嘅 page 有 information 有。有。我有隻 poster 邊，我想看。你會使去邊樣Hokkien.com 就是講你唔隨便掉到啲邊，你使去 Facebook 會隨我買邊樣了對隨掉嚟隨便掉嚟講，你去邊樣Hokkien.com 嘅朋友喂到啲下邊嘅接落過去。了佢去下邊 OK 攞嚟 launch 16號去，我睇點樣嚟就談咩啊？睇咩 CD 是幾多呢？39.9新就接骨。39.9了 CD 有下邊物件上面。CD 裏面有一隻 CD， 然後 CD 裏面有9條歌，然後裏面咧個有9條 postcard。哦，9條 postcard 個嚇。9條 postcard 甚至 CD 加10條物件到裏面。postcard 上面物件 ，postcard 你是唔是請本地邊樣嘅 artist 或誒即係物件是小英？邊樣嘅參嘅了。參冇去，特別是關係邊樣嘅，到一點是邊樣啊？對，大部分是邊樣嘅人。แล้ว有嘅人話破嚟邊樣做工嘅，有嘅佢哋走嚟邊樣嘅，有嘅人愛邊樣，即佢愛人嘅高雄嘅嘛，叫人揾咯。有嘅人聽到邊樣做超盡啊，就係做嘅嘛。你有線我叫佢白白學。แล้ว你那是講無人無啲邊樣啊，無我出點啊嚟講俾人做俾你，那是到底嘅力氣啊，俾人做俾。KL 我暫時我冇去安排掉。往度邊，但往這裡launching貴啦嗬，往有打算啦，要找下你個大間嘅啊 ，popular 啊 ，artist gallery 啊，反正去睇看咪看伊愛睇往表咯。你會使去迄個我咪邊樣嘅這個 Facebook page 對話啊？購會使。網購就使去會使買 online 買啊 ，OK。online 有得買。online 應該是 post express 有啦。你 CD 參你 postcard 你特別去菜店買搞談買暫時你就係去菜店買搞談買啊。嗰一個是王正是 Why Not Music Studio 大發林。大發林會唔會談買？有叫嚟接頭嚟啲studio。劍河大平劍河。哦，劍河大平劍河，誒，確定你แล้ว是你寫下我隻 list of 樣嘅地址嘅了。會使。แล้วว่าจะปังตัวที่เว็บไซต์หลังแค่เองที่ช่วยเดียว你講你使到啲網購，你使到啲 online 會買嚇，你 online 睇買是買伊貴地 CD， 還是買你 digitally 嘅 track download track？ CD 有款。哦，แล้วยัง ship 去啊？你 ship 去啊？我講你馬來西亞用 ship 啊，我用 Post Express 寄過去咯。哦 ，OK 好，แล้ว真係是到吉隆坡咪使買啦，到沙巴使買。係。แล้ว那是到啲國國咧？我講我那個安排看咪。但是國國你使 contact 即係國產看咯，國產@gmail.com
我查嚟俾啊！我喺邊查落去，幾潮6潮還是3潮？你使去你使去即個我咪本來嘅飛出去看，但係而家試看，但是你要買 CD，但是講依度啲國國了，樣未現到要聽咧，要 download 咧。Wang ele Bloody Records 啊，Wang 這個 album 是 under 我嘅 label 是 Bloody Records 嘛。So Facebook Bloody Records 嘅 page 有攤 download MP3。OK，แล้ว你使至少到底到蝦米國門使 download？應該是咯，總之中國邊啊，中國 ban Facebook 嘅嘛。哦，哈。總之國家冇 ban Facebook 就應該有攤 download 啦。那少到中國係已經用啲 VPN 一對去我意思係，白潮。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你就是到後飛了你愛 download 嚟講，你使到底就是講你直接英國到底到落嚟未嚟講下，哇到底 website 會幫你 link 佢，應該你先該去你我咪邊兩個 page 應該有 information about。到時我人 after launch 我人係去啦。咁我加撚事同部燒機係冇人講喎。launch 時間係後嚟 download。我啦，咁拍街地方做好條。嘅做冇好事個，特別當聽應該聽到這個 show 嘅時應該是 ready 啊！你所以你使 keep 你學見到講係網頁，本來使 link 落去嘅 online page，你使 download，actually 我看到啊，是講部分韓國當然坑嘅情況。坑啊！然後OK， 我未看最人是自己寫人自己歌到底下邊。我知阿 boy 嘅其實咱冇阿 boy 先啦，你阿 boy 有拎白書，哎呦死！阿 boy 掛有愛書嘛？阿 boy 講下你掛，阿 boy 做白做菜。哇，個數字等我。按照掛菜，按照 start join 即係我咪 planning project。Okay，so 我把觀察做過啊，1年半。So okay，so Tony，然後我別叫，seriously。So anyway，did you 3年有3年啊。Okay，so anyway，就直接講我有這個 idea，blah blah blah，我要做 CD，做檳榔 song。你 band 有興趣嘅 ，so of course 我就係我嚟 band。你 band 係咩 band？你 band 係超齡。超齡條。The rubber band。Okay，so 但係講伊咪是 OK 咯，我咪是 try 寫一條歌個咯，so 就差唔少，唔代表寫咩歌問題是。so 咁咪治療佢 start to 做 research， 看我咩歌會啱我人排。So after 我寫一個 structure 起來，lyrics 咧我是想講，檳榔，阿伯甲我講 ，you know， 即個你寫嘅歌，你唔係講 about 好物件 about 檳榔嘅 ，not necessary 我要聽你歌，然後是檳榔好料，檳榔有垃圾好食，有炒粿條好食，所以我是想 ，OK 咯，since 我係人講是真係 sarcastic 嘅咧，我是講。我寫 about 檳榔，I mean even though 我 suka 檳榔，tapi 我有寫我冇 suka 物件 about traffic，about 物件貴，即係物件就減，當然你話即係我冇毛嗰啲，所以我哋想我特知道我困起來做咩事，我困起來我出去學堂 ，OK， 出去了。去個別店食一碗粿條湯 ，of course 唔是雲吞麵啊。然後after 了去做工啊，搭車對來暗暝，坐一間出去 shopping， 我開個 pocket 康康，所以 idea 你關來咯，有一個 structure 咯，我是 of course 上學Ruth 聽。You know, Ruth 是位lead guitarist， 所以一聽了，伊就自己做嘢，你講伊自己想變咗拍嘢吉他，了我就唱，然後 of course 我用一個 drummer， 我用一個 bassist， 慢慢嚟講嚟啊。哦，是你 compose 即個黑潮。冇啦，我你拍嘢。啊。所以yes。
伊 starting 嘅啊，是一唱出來。OK，嗱，咱嚟聽下，淡薄可能 sample 的嚟聽。啊，這是 Ruth 嚟，到底後尾變，我不變。The light is dawning a brand new day. Kids are running on their way to school. Their way to school. I take my breakfast in a coffee. OK，แล้ว你寫是你計講咧是我兩人出嚟寫，直接寫 melody。melody 是我做。啊 ，OK， แล้ว你 arrangement 咧，佢แล้ว兩寫攞出嚟。做隻 discuss 一下出嚟。對，it's a group effort 啦，I would say。後尾時會走啊咧。一超。所以一聽未掉。你叫我？等陣，你按照我 involve 咩？怎麼可能講？啊，這樣唔會你講下你告訴啦，聽到我聲。I'll be faster than your car can go。即係我背定邊頂我？sponsor 回多。係啦，就 sponsor 回多嚇。แล้ว嗱，按照我想未記，你是唔是叫我看？你使講 promote 這 CD something 啊？對，我講，然後我because 我是 singer 啦，我講你為我唱嘛，你為我唱嚟講，我係使頭時講幾句啊 backup 啦，是 something。對，我估別記按照嚟嘅考慮。啊，我想對啦，我講，但是我有唱嚟講，我 promote 嘅贏。贏嘛，之後佢哋唱埋嚟講，你聽講我頭先話 show 有那個我個彈唱嘛，個混唱那個贏 promote。你個後座啦，我個演唱過嘛，所以我頭先這邊嘅我係這個studio 我自己嘅本嚟學緊嘅 studio 會落咯，然後落頭先lâm陳啦，會落一件去，你做到話你 studio 贏博，哎呀你觀察你，我念嘅嚇。一件可以一個去補咯。But 就是講 ，I think 我感覺你即個歌係下路咯，John。對，我感覺對。Because if 就歡喜嘅 ，even though I know it is sarcastic, but it is 個歡喜嘅歌嚟。I think 你捌聽過 the first demo 嘅我做，我唱咗成個啲後男嚟緊。after 你做隻 demo 啦 ，then 我甲對講你唱法甲歡喜嘅唱法。係你聽，你唔使老早聽，你聽住，哎呀嚇，你 too small。你係甲開格調 ，I like it，我是甲。那個我聽伊個 style 拍伊個 arrangement 係咪講咧？我 approach 唱嘅時候，我就 already 唱咧係 style 啦，所以叫過去好亂嘅事。แล้วหาสิเราจดแล้วมีก็是小弟然後 number 後尾講話是成個話咧。對。所以เรา那是買咧，咪買一條啦嚇，那買一條係這樣，那是เรา買嚟講那是去買隻 album 到底菜店嘛，會到底 Queen 什麼 Street 啊 ？Queen Street 對，菜店嘛。對 ，Queen Street 菜店嘛，去店會買啊，無就是你去法林啊刮茶，唔是刮茶店，或者刮茶studio 會。會使去買，還是去迄個Facebook page 樣，我咪本來嘅 Facebook page 再隨看，再買。你會使 digitally download，本來是講你到底外國上個網，你可能好你會 download 嚟講，你會使去伊個即係 body recording 嘅site 會，是我幫我 link 到啲本來 Hokkien.com 嘅本啊。你使去買download，你使 individually 買 track 或貴嘅 album 會使嚇？會使。OK，這條歌嘅幾類一條歌？條歌暫時應該是4個馬來西亞類。條歌4個，看到 iTunes 就幾錢咧？差唔多對 iTunes 幾錢嘛。都4個條歌，了尾幾 album 嗰條歌是幾咧？暫時還未決定，就差唔多時間你講啦。OK，攞世界幾個嘛？我就報紙個嚟決啦，呢個答 OK，嚟，你啦答 OK，住兩個有
等下我問佢，即條咱講話即條歌是，你寫是黑潮，你寫個你吉他是，你是拍吉他係，你是練吉他。你拍吉他是你想是你 idea 一即個阿 boy 佢講嘅 idea 係咩？你按照去想？It just come naturally 啦 ，during that time 啊。So 佢叫我拍ukulele嘅，แล้วukulele 做別人去啊，我冇ukulele嘛，所以佢叫我去吹你 cute 嘅聲嘛。所以佢想 cute 嘅聲是安怎嘅？所以我 try my best to 練咯，just spontaneous 啊，冇想伊啊。你個用你個 instinct 啊。just 拍落去咧，OK 啊 ，cute one 啊，嚟咯。就 start 就出嚟啊。對，安尼咯。แล้ว你唱攏是你們是唱領 rubber band 嘅 member 啦。對。OK，攏幾人你 rubber band 有幾人？我人有4條 ，drummer、bassist 我甲 Eric 咯。係。แล้ว有攏嘛是 launch 時有去特啲菜店啊 perform 嗎？有 next Saturday 咯，我人去咯。然後是你陪我講。Cái sao nó tụi không có cục hình à có delay có bàn chụp hai chỉ là cái bàn chụp haiแล้วถ้าเป็นลองตัวที่สตูดิโอเอลองก็จุดก็เสียมีก่อนบันเลง成功บันเลง你先咪ลองบันเลง啊是阿บัน啊是阿玲攞你咗隻我是阿บัน冇啦ลอง就阿班一條歌，阿玲一條歌。哦，OK，來班玲，阿班寫咩歌先？得一地。阿บัน寫東南歌。東南歌名咩？華語嘅叫簡單理想。哦，OK，咱嚟聽下淡薄先。簡單理想。簡單 ，OK，阿班。阿班，你歌本較班啊噃。就在1991年的4月，离开了故乡。好聽啊！来到了陌生的地方，要尋找我的理想。背上行囊，帶着吉他，越過了兵衛大橋。頭一條，我往面口落河了，哈你啊！我聽下感動嘅。我聽下。我的理想國。哈你。現在2014年的今天，我回頭看看這些年，到這裡有23年。聽他也換了幾次線，大橋飛多少遍，我的世界沉澱，平凡踏實就像好聽，嗱先我特別俾佢了佢哋album咩特劍，佢就俾一條咯。你嚟介紹下你最寫關係係咩物件？啊，即係我即係寫我係你lyrics是我甲阿玲都係寫啊。OK。即係頭前我實成寫啦喂，即係我寫啦，我冇 idea 咧，我就叫唱阿玲聽播，我叫阿玲寫播。攞人是做隻 group 做隻寫歌做隻表演嘅啊，平常時。即幫家合作較濟啦。at least 講我人家己人講寫嘅，是講啱，我人特登擺手誒幫啉咖啡嘅嘛。我啉咖啡上班時候，咁啊講到一條歌咯，然後寫你說冇 idea 嘛，然後阿玲家老寫嘛，然後我就叫佢寫我咯，寫啦。接力咯。接咗佢看到啲嘢你歷史我就制接到去愛安怎寫嘛。OK。係啦，以後學到我 idea 咯，係啦，我就用伊辣
然後佢就合作嘅嚇去了咯。啊，伊嘅傳嘅咯。歌啦，伊歌。啊，歌是我嘅咯，歌是我寫咯，伊嘅 melody。啊，伊嘅lyrics是我甲阿林做者寫咯，我是寫爸爸。伊嘅歌嘅真的。啊，伊家己拍啊，吉他拍家己本的啊。哇！呢個本個幾個橋啫嘛嚇，哇！個橋，那本橋，你用靠鉗，曉得半靠鉗？啊，都要靠鉗。半靠鉗拍吉他。啊。我不知對邊個時候睇去看咯，唔知攞 performance 我就俾去看。哦，免叫你去看咯，叫我出來唱都聽啊嘛。啊，使。去花蓮啊，去花蓮。แล้ว好聽，你歌真好聽。แล้ว阿這個咧，你阿玲咧，阿玲嘅歌唱點？我唱福建歌，唱紅樹遐嘅老厝。哦，紅樹遐老厝，我看到紅樹遐老厝。遐伊嘅 lyrics 是阿強。哦，阿強咧。哦。我話本是扮咧，後阿扮領影響對一扮。影響到。OK，咱來聽下這聲音。哇！阿姑娜。條歌仔紅樹遐白舞坎坷去探車。你看到 Uncle 吧嗎？哇！cái節目上嘅 style 啦，係隻 collection。冇上人寫嘛？冇上人寫冇上。我是噶，好聽呀。Okay, sorry 哈，兩個啦，我就是個兩個啦，兩個特別，that's my favorite。啊，好聽，你嚟講下安怎你個這個本地合作？我講叫我寫歌嘛，了時候對邊那個咪咁少，我都好掛厝嘛，古早我嗰了大愛我細漢時。哦，沙坑時你個大漢嘅嘛？哦，細漢時是個大漢啦，就是。後尾我嗰了搬走個了，無大病因為都插掉後尾，有得頭掉落去，搬走啊。我家本地頭掉落，叫咩啊？咩頭啊？大殼頭啊？ăn đò nhà bối ăn đò càng ăn kỹ rồi bên càng ăn kỹแล้วลูกเสียวขี้是成日看 nostalgic 嘅歌詞係成日ขี้嘅定到國家嘅事แล้ว就每阿強話無人寫福建嘅啦本地唔寫過福建嘅頭首寫福建嘅歌詞搞然後伊寫好啊我fill in 嘅 melody 咯แล้ววันเฉียวพอเรา你寫 melody 啦真好聽哦我愛這歌是阿張編曲嘅哦這阿張編曲哦阿張下面阿張18集小提琴哦當下面伊個二胡啊小提琴W 這小提琴哦當見到啲 right channel 嚟แล้ว你 channel 係咪嘅แล้ว呢 channel 是朋友牌我愛唱我使卡拉 OK 啊都使卡拉 OK 啊我愛唱我 very 是搞 OK 我 favorite OK
红手下，我讲听一手下告诉我，顶到我爸甲我妈哈，就是手顶去做手下了，时我妈就伫下底头开手伊咧，我爸手到手顶去手下掂落去是割着我妈头，就去 hospital。講真係又係老主意嘛，老主意。係啦，嗰時咯，有時去少年嘛咧，伊掂落嚟時我媽就啲下底割着頭，頭去。而家係無啦啦，而家。你冇話冇聽，我冇聽，伊陣嗰時只你個做，我特別從電話白講，我爸會冇實，我媽你唔中意人哋。哎呀，好聽，我試下試㗎。OK， 我俾唱，你試啊？你唱老古嚟聽過未？嚇，我未曉啦。紅手下，係嘛？你唱你好聽，咪 ruin 啦，不知該唱。但我哋只看看會幾啱未啱，但係應該是啦。哎呦，好聽！看着我在紅手下，去參加，該感動聽 ，OK， 係啊，那可能我別打，那我直接放小歌咧，然後佢有佢有嗱白，佢有就是寫白領，然後佢講能夠寫白地哦。講個小歌，街路邊嘅歌。哦，你打哪裡淡邦嘅啊？啊，是。你是哪裡淡邦是？我是錄迄個是錄寫啊，I mean錄。唔是我寫啊，呢啲歌哦，我聽到我徒弟啊，特年冇做古代嘛。啊。古代都喺厝邊啊，我喺厝頭前就是古代啦。哦。樣古代啊，往邊嘅配料啊，這歌一般來歌是應該是福建嘅調來啊，福建嘅民間小調來。哦。唔知人寫乜嘢我唔知。啊。樣邊嘅配料啊，樣有啲來雞啊，做小做長啊，有人去古代，新加坡陳景朗來人去古代唱。小王就是聽到沙丁有一間紅出名是紅光景，哦，所以你是會記定到嘅聽到嘅歌咧，你即係幾條咧等啊？嗰啲是我忘記嘅啊，我是會記呢，會記嘅我嘛記落來咯，一會有未記嘛，記寫記落手寫。咁你講伊嘅調，伊嘅歌是對有可能定到是咧福建嘅。啊，福建嘅調嚟，你即刻放出去時看，還能知這是本來嘅歌是還能咩歌？對，會使記啦。無人知講寫歌到底係咩歌，聽起來真濟人就講聽過，嘛，唔知講係咩歌。啊，來放來聽。你而家點先有咩嚟？你不想聽也不對。我平時都是的，對的。大家來喎。你這平時現在在爬個啦這？對啊，這人頂當我排，二胡加張排，二胡加張機會，愛機會去按我面前張就對啦。OK， 機會有機會就是亞張啊，這阿張，巴張，同埋我叫你亞張。啊巴。這是你啊，觀察。啊是。出啊真無用，哎呦喂哎呦喂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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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條路出名是歌紙店。有當時會聽著人叮當，拍甲真正響，唱歌水命真正強。哎呦喂，哎呦喂，哎哎呦，哎呦喂，哎呦喂，哎哎呦，好聽好聽。我頂陣時我會有一個聽講，到底是新加坡嘅 share 我讓到啲 YouTube 嘅為即你唱啲地本來頂下到啲嘅路邊嘅唱嘅。對。然後我看到有無像 music， 有像有 tabla 啊，什麼有無像？我講是有反正歌啊，gendang 加Rebana。哦。我朋友就
跟那个爬登当是跟那个爬的班呐。哦。呀，阿张嘛古二胡哦。啊。然後一天就上去爬咧，爬木魚啊，木魚甲長長嘅路，槍路。哦。然後個查某水水嘅爬咧三角梯啊。是三角褲啊，三角梯。哇！那是查某水水嘅穿三角褲爬三角梯係咁。哇！你 CD 未你啊 ，CD 未冇教啊，佢哋見嘅一隻啊。你這寫其實寫條歌，I mean 其實講包起來就這變做。頭首表演是舊年啊，舊年應該是冇啊，頭首表演是2008年。2008年，咱去 YouTube 看 YouTube 看到啊，國產嘅查理可以看。我頭首唱嘅時啊，真正凄涼嘅啫，我都對起我老厝。哦。對起查定後，我厝嗰邊啊，嗰間厝我拆了就拆個了啦。啊，我當才只興嘅嘛，都企落去唱歌嘅嘛。嚇。有人我去唱歌，但係講因為我去找位嚟唱時，我去我嘅老厝看啲，哇，激心呀！哦。拆個了啊，拆個佢間厝空空，有個成炒啊，成係咪個啦？我邊唱一啲歌唱。哦，你翕到？我有翕到啊，有消音，冇 video 有消音啊。哦，你在記好啊未啊？放去我 website， 成我個激心嘅。你即係講先咱對邊咱嘅感情嚇，我真係冇成有起有好，有起有落，有關有嘅。然後你成個我當今我到邊咱出事，邊咱大漢啊，我來美國大呢幾年嚇。啊對邊咱嘅時啊，往時去看到啊，我細漢時看頂到時，我坐一個朋友對佢我講誒，嗱你過即個你就係講最浪景尾去 sunrise 入邊嘅時，頂到嘛是要摘菜嘅咯頭前，有摘菜了有到啲當中到唔是，當中到講係咪落嚟尾去 sunrise 是大嘅咯，是依邊有摘菜咁樣。一個嘅時我講下邊摘菜，佢個冇㗎啦，嘈㗎啦，我先係寫心計冇。成個哎呦，是無成我頂到會記嘅，邊咧冇咩想起，即是progress 是會無好，為就是我頂到會記嘅，咪個啦冇想個啦去啊。啊，係咯。你安怎講包一個歌，個啦一啲做這是頂到你可能會記掉你個帶會掉了加你掉家己。先我唱嘅個字是頂到我以前我當時。光茶條寫起嘅嘛，茶條人寫嘅嘛，一詞啊。茶條人寫咩？講經嘛。咩我嘅好笑嘅，特條落冇人講經，跟住我茶條前日就我嗌面嘛，是嗌面我寫我講出嚟講經。誒，特別嗰陣時係講老莊啊，就是人講經人講聲嘅咧。少。我人講經嘛，我茶條當時講講幾出名嘅，茶條出名就係講經。呢是講真嘅。茶條落嗰啲。迄個是我寫誒，頭就我寫，然後就是我寫頭所時寫茶條是關正嘅，尾有淡薄無相啦，我無咩記啊嘛。伊對面是人車經是關正嘅，伊關正是人車經邊仔是阿偏經，米經啊，做米。哦。啊，你我未記到我無，我記得無。因為對面是阿偏經嘅。哦。有感覺買啦經頭腦破無，你水喐嘅記得無。一頭條路嗰啲是我係寫，然後甚至傳一個八條路成王廟，八條出名成王廟是關正嘅。哦。然後你是頭條路寫起來啊？二條路、三條路、四條路呢？二條路、三條路後尾我一放愛落是個寫起嘅。如果唱咗四條歌，特人哋問我，你嘅歌其實有 complete version 啊。哦。如果我寫一條七條路，一條去八條路，一條去南陳啊。一配隻人名嘛，你歌其實有 complete version 啊，其實都加寫係了嘛。我寫係了。是你頭條路寫個啦。頭條路寫個幾條路？頭條路寫七條，寫頭條路、二條路、三條路、四條路、五條路、六條路、七條路、八條路。盲寮。盲寮寫去南陳啊。南陳啊，哦，出味咯！你看下應該俾，看咩？我冇聽到人嘅 track 嘅了，同頭聽過背過 ，because 上回冇個小台我嘅 track 啊，然後我
我肯定就未聽啦，我就想 surprise 睇到你紅出去先，然後個有讓你去掉落牆對笑吧，即係話本來而家睇唔經嘅，有啲唔係時候我其實紋身嘅好。啊 ，OK， 即係對紋身。太古經是讓聽到太古嘅所在啊？睇到啊，睇到。我睇到。冇錯，嗰陣時啊，超別，你即條是到啲 studio 會落呀？到啲 studio。แล้วรู้เอ total กันแล้วรู้ musician แก่ๆกันเลยกันแล้วคุยแคนฉ่ำรู้ลักแคนเนาะลักแคน我哋有時候都叫拉哩啊，淡邦啊，ลักแคน嘛，拉哩啦，淡邦拉哩啦，淡邦 ，OK， 拉哩啦，淡邦ลักแคน即係你 group 啊，你 band 叫做拉哩啦，淡邦啊มาซาเลยนะเสียงเนี้ยอัลลาก็อัลลานี่สิลาอาศิลาว่าศิลา我愛嘢啊，報紙嘅正經，我成日都揾到正經叫狗仔 shot，這就是阿崩。我想找幫阿崩你 OK， แล้วก็ก็別人個寫別地掛人係邊人？講政府啦。OK， แล้ว我將別地掛咧個介紹佢哋。番那瓜咧，但係我看到是地番那瓜少。番那瓜裝啲係。not 地番那瓜。Okay， 是Jalan Masjid Agreement 番那啊。對。因為我聽下隻條 ，OK， 我聽下，但係會講你kisah Pulau Pinang先。講先kisah Pulau Pinang。我聽下，我睇對我。這是kisah Pulau Pinang。Kisah Pulau Pinang cerita kita, tempat persinggahan berbiragama, memakai bangsa bercampur bersama, mulia anak muda dan nasir ramah. Francis mendapat Pinang dari Kedah, melalui janjian dengan raja. เราไปใจตำบลเหล็กซูเลยเสียที่จะกว่าก็โอ้ตำบลเหล็กซู Cukai bebas dikenakan di sini. Oh, cukai bebas. Duty free. Sutera rempah dan kopi, menjalankan aktiviti jual beli. 趣味，你先聽ตำบลเหล็กซู history ตำบล佢在聽。Francis Lai dapat pelajaran dari Kedah, yang我特別記咯sejarah。history fail。你這是講啥？這個真趣味嘅啊！這個嗬，邊個啊？有一手人，有真有心噶。有有一個 program 啊，叫 arts education 啊。有就是講，有囡仔啊，買學這個 arts 嘅物件，就是 from street。所以伊人到一手人，有一個 program 學囡仔。去參與人，咧樣教人 about 樣 arts 啲 arts 唔是像人學堂教 arts， 樣會教人教好嘅 imaginations 啊，一教人 about history 啊，邊樣嘅物件。所以即個像即個囡仔是頂到我甲張往舊年參一個 Georgetown Festival 嘅 program， 是叫做 Victoria Street Project。然後阿張嘛，佢在故意二胡啊，播拍吉他嘛，然後我學人唱嘛。有人講單時，人就見到就唱啲歌我聽，我啲歌好聽嘛，佢能做嘅。有下聽到往在一 project 嘅時，有時咧可能去 interview 嘅流人嘅咧，話廿隻歌數咧嗬，一樣家己就被寫啲出來嚇。不，依歌是樣嘅 professor 寫啦 ，professor 當水平。個咧樣個咧依歌數咧樣professor 人導寫啦。冇 professor 寫嘅 melody 好像。Oh, I see. 好像 melody 樣特別嘅寫樣嘅詞啊，嗰啲嘅寫啦。呢 program 是做到邊樣嘅 program 啊？這是。邊樣嘅 program 係同一個 studio 嘅。哦。
你做咩你講？我看幫伊 link 樣嘅 site。樣嘅 studio 叫 Ombak Studio。Ombak 係影啊，係影啊 Ombak。一個 program 叫 Art Apps。Art Apps 啊，按照 Apps 嘅 ARTEDS Art Apps。我等我嘅嘢 link 佢。Education 啊 ，ads 啊，as in education。對。樣出人真係有心。哦，就好啦，OK，出面。有你哋聽你見得唱那個誒。我就打電話咧 professor 嘛，伊講你放條啦，你嘅條我放嘅，我攞唱。已經落呀。冇落嘅，我計佢 arrange 佢嘅了，佢拍佢嘅了，佢唱。哦，你 project 咪是真濟，你咪真冇影。我真冇影啊。佢哋落佢嘅 mix 佢嘅啦。佢落佢。以後你呢種是人見啊，至少唱嘅佢寫佢。如果一聽到寫係國際歌數嘛，有個動員文採樣就寫動員講咁打啊，有變樣啊，沉落去。做見到唱啊。我特掉本 favorite 呢個game。出邊。แล้ว今天有意思我就是講你這個 concept 啊。這 idea 裝上去啊，是國產上對啊。是咯，我就把上 idea 嚟嘛。好，你 idea 真好，我不知道對邊個時候被丟了呀。會使。佢 studio。我出來啉咖啡。會使，啉咖啡唱歌。大家你成日這個晚零啊啦，3點啉咖啡。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另外一條係哪個咧？就係 Masjid Negeri。這是另外一間朋友，伊是讀 free school 嘅嘛。變成 free school。變成 free school 嘛，大啲Jalan Masjid Negeri 嘛。對。就是因為我學家人愛啲上，我叫你寫條，做乜叫你寫變成我都第愛寫嘅物件。呢度是呀，真正數量面頂到讀冊是。伊小到變成個？小到變成。OK 來聽淡薄隻聲啊。1 2 3 4。Jaga otak dalam Masjid Negeri. Kesunyian minda dibuat kenangan waktu kita semua bersama dan bergembira masa remaja yang mengajak kita artinya mimpi usaha yang pasti bangun di awal pagi menanti mentari tinggi tak tahan sabar lagi bangun dan terus berlari hatinya mimpi usaha yang pasti masa remaja yang mengajak kita kemana hilangnya saat indah denganmu ingin ku selalu That's just the Arif Ismail di luar di Frena silo那你介紹就係按照你是你把伊朋友咧，你幾時啊？冇，我覺得做變成拍病嘅嘛，一家冇一家識啊。OK。拍病要皮病叫13清，哇，10清300。但我每次拍病啊，我每月如果揾 project 來參喎。I see。這裡阿伯講下。伊病係咩？清沙是就。清300，依兩是local 嘅 rock band 啊。So 我兩時八講嘢，of course 我兩八二 singer，then at the same time 我兩講先 start 嘅時有坎坷吹到人被寫歌，然後有人我兩講被 join 一啲咧點去，you know，so 冇開心嘛，然後夾嗰陣時話，just reach out to 伊嗬。So 要嚟我問伊，然後要嚟找阿伯，然後伊學阿伯看下 idea，
然后一个解釋阿伯聽然後觀察聽也歌是安怎，so this is 個這邊。OK，你是檳城人，即係話檳城上去檳城。I think 這歌是應該是我冇錯，我看 lyrics 是寫吧嘢。嗰個是 current girlfriend 還是 ex girlfriend 啊 ？So 真講你查某嚟嘅。current 嘅咗。Jalan Masjid Negeri itu dah kuah, lang tak kalau tapi kisah aku Penang. Aku kita mah jadi abang ni kuah kanta. Aku tak tahu kau kan mau bang dia ego tengok mau pada stand and stare siapa ya? Stand and stare mesti sai free school 學生。哦，free school。yang 純音樂。哦，是kalau instrumental lah。instrumentals yang si Hami instrument gitar violin cajon gitar loka cajon Penang ada musicians pun ah so long ada musicians kalau kata sama professional sangat kalau si kata si kaki kangen si go 出來 make music 然後你是唔是？卡姐？差啦，家姐是家己本做工啊，下興趣拍啊，反正。hobby 啊hobby 拍個爽嘛，自己愛就唱就唱啦，但是你彈只無講嘢爽嘅，彈只你買唱你就大家諗拍唱就係我啦。大家諗拍唱是公司一隻管嘅嗬。一直拍爽嘅，我愛唱就我就唱嚇。你 studio 是你自己 professional studio 個人落啊，是這本是幾套我查。這裡冇啊，這裡我彈起來啊。所以人唱歌冇好聽，我就訂咗唱落去啊。佢話你係唱歌冇好聽就講，你家你集你啉水啊，大家來啊，你見你嚟唱。哦，未擺下你。你我聽啊，我阿玲啊、曾啊，我嗰度換嘅。哦。我嗰度仲我就試試下就白唱歌唱大漢嗰啲，嗰度白家十幾年啊，跟下辦嗰時候。唱歌先唱下大漢嗰啲咧，老朋友嗰啲。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忘記講到一個 project，你就話幫做檳城福建，你們是成個人熱心檳城嘅物件，你看檳城福建有講佢俾。是啊 ，because 我這裡攏在這間學店咩咩學店是咩咩叫咩？伊是咧檳城北嘅嚇？你好，哈對，伊特別話講寫福建歌嘛，所以聽到未必可以嘅，即係只 idea 啫嘛。以後我伊好似福建 freak 啊。咩嘅？Hokkien freak 係咪呀？對 Hokkien freak 對。然後好啊，我先不到啦，就係講檳城嗰啲talent啦，係好利用。其實諗住做條檳城Hokkien嚟。嚇？做檳城Hokkien嚟啊？做條 compilation 檳城Hokkien。哦，犀利。誒，我是係啦，我不吹你老國家成日同我講你。你唱啊一條咧，你淡薄啊，你淡薄一條，街路邊嘅歌啊，一條，因為看成個國家嘅福建，變咗福建嘅調咧，可能我唔知會吹掉，可能唔記得。我做個新嘅本成個咁樣即係阿本嚟加阿玲寫嘅咧。一啲歌嘛是啥較 contemporary 嘅approach，but 其實用福建歌、福建字、福建寫嘅吼。因為你知咱只人嚇有一個 impression，就是講到福建歌就是愛拼寫嘅，係咪對？所以你咪伊我暑假伊嘅互相嘅approach 淡薄。了個但我看就是 Love Island 是個另一個跟那過來。好，來聽這個另一歌者來。
個唔是 typical 嘅那歌咩喏？我早成電話講就叫那歌就嚟成日講哦。பேரிடும் உன்னை காண்கின்றதே நன்பே விழிகள் நானும் ஒன்று சேர தவிக்கின்றதே அன்பே தனிமை என்றும் கொடுமை என்று புரியாத எனக்கு அன்று தவிக்கிறேன் நானும் ஒன்று காணும் காட்சியாவும் நீ என்னுள்ளே சேர்த்தே கடலை தாண்டி வா哇，艺術界好呢？哇，我都要聽啊！你兩仔除掉你我是講 representation 冇啦，冇想嘅一個另一個那個。兩仔除掉這個 environment，兩仔除掉這個。另外一支 band 啊 ，Malini and Northern Anthem。嚇，是咯。馬連呢嘢唱啊，朋友介紹我聽啲聲，哇！你水嘅就我唱過，冷水嘅冷正水，唱過唔正水，啊，水冷嘅水啊，我唱。你聽啲唱，哇！真好聽啊佢啊，有度吹咯，你講伊未寫，喺度介唱 Northern Anthem 嘛，yang tua Pahai嘛，哦，Pahai yang Asia，伊是咩係另外嘅 band 咩啊？啊，嗰個叫哪位 ？OK。你話即係白嘢是拍 band 唱歌 perform。我白嘢俾朋友介紹嘅。我朋友介紹 ，OK。你話你係 musician 係 friend 咧介紹咩啊？嚇，是我白你見啦，見啦介紹見啦，你揾。另外有兩個無聊嘅介紹啊，介紹啊。你try 問你嚟你 studio 落啊？啊，是咯。你落嘅講其實可能衰啊，講。你啦，依部跟住。快啲嘛，冇叫得知啊！哇！俾你個聽得不快聲，咪呢聲啊！依 band 呢依 arrangement 咪是 start 㗎啦，話計夠聽啊！我成日揼計jazzy 淡薄。jazz 掉，一個 rap 歌都聽落去。我怎麼聽到啊？就 rap 啊，依 band 嚟啦。Northern Anthem。卡波也是啊，卡波也是喎。等我頭先我聽到。suka。我呢個變下歌就大闊心嘅嘛。我成日 music video 啊，水嘛，你背住嚟啊，哇，好吹！沙哩背，等你 video。我就諗等你背咗嚟。好聽，哎呦，死我而家特電視劇啦，老實講。好了，Malini and Love Island 這都係藝術上面哦。藝術我拍咧哦，應該是講啲打波是多啲mainland 嘅嘛，我都歸大叫嚟就吹一個 friend 嘅事。就打波嚟是先接掉，打波這邊等你 boyfriend 嚟吹嘅事。應該是啦，爸爸冇咩嘢好見下字啦，我阿家猜。超味，我真係。我嚟啲人教我講嘅，你講啲故事。你拍你去吹落歌 from 你 start search for， 你是想講哎呀，冇吹到另外掛俾 balance 淡薄啊，想將你。我冇跟佢講。你講咩？你講咩？演的。我佢聽係啊。
人都不能拿，然后不然他这样写完嘛，圆的不能拿扁的，扁的不能拿圆的。我佢見過，當佢先頭咪講嘅。你咁派吹兩個啊？咁派吹冇識音啊？誒，主要就是講嘅，上一次好唱啊，白家人做 music 啊，嗱，如果人佢好冇相識啊，咁講冇相識啊，個人做個人嘅。對。之前吹時啊，哇，吹嘅鼓呢吹冇咋。你後尾佢介紹到是，哇，因後尾啊，真真濟人，因有成十幾 group 嘅人啊。哦，你看你同佢 start 你開始你 connection 咧，bắt đầu 是 project 嘅開影啊。啊，是我bắt đầu lúc佢話大部分我諗去唱啦。然後往威西接我們叫嚟唱。你唱到伊唔是人家也掂路啊，然之後電台。處理好啊！我感覺到真正，你 share common 嘅物件就是變靚咯，你 share common 物件就是 music， 然後你在當今即世界就是基本上嘅racial tension， 人有人要做，特別正式啦，等於人 people to people 嘅時候冇感覺到咧，就是咧 politician 要做嘅 tension 㗎啦。所以當今你看你用你 share common 嘅物件 music กับ靚啦，就係做隻 project 我真係 suka。嗰有一個後尾一個是，我忘咗了嚇，後尾一個是 The Echo 是講嘛 The Echo 啊 ，The Echo 嘅 idea 就加無相唔好。當時我去 Armenian Street 啊，Armenian Street 我夾咗隻 recorder，每人每個人嘅tourist 邊個人嘅人講，阿準就講 Georgetown 啦。你講咁物件，你 comment 你頭先想到是咩字？我就去訪問樣就講我 record 轉來哦。แล้ว我朋友一叫 Vincent， 一度嘅嘢 music， แล้ว我就放一個 sample 一起來用歌詞。好咧，要聽 ，OK， 放當佢放。希望你而家你都冇嘅落邊，我先知。慢慢啲就做佢，就是睇嗰兩個人先laksa 我學未條路啊，我講 laksa。對啊 ，food 炒粿條，燒巴，satay nasi kandar。我見我嘅上菜包骨條 oxtail soup sup kambing bak kut teh lo potok ya boy 有，我隻有。炒粿格。炸粿格對，這是我嘅 version， 邊啲福建嘅 version。我剛聽我做邊啲福建嘅事，冇差唔多講下面話題啊，講嚟講去，每次講到邊隻嘅。就係唔使講面話題，本來講嚟講去講下，每次講到邊隻。在咱地教出事報道就有驚到食，然後細驚個食，毛佢個食，後應個食，生日個食。人士咪就爆米。爆米對。我梗係見食爆米就最近。我見食爆米唔是見食你人字名啦，我是講見食爆米嘅時候，根本冇食爆米啊。
OK 啊，咁上咯，我第時聽到個了，特地歌，我特地歌冇有伊個其他趣味嘅意思。但是講เรา未支持呢個 project 咧，我咪邊個 project เรา使過去邊個學見到講係幫嘢，我係幫佢 link 了，我係使去買，使去菜店啊，會唔是講嘅即唔是你嘅落你蘿蔔嘅你菜店啊啦，菜店啊到啲你 cafe 嗰啲 Green Street 啊，對啊對 ，Green Street 我哋 bring more 就吹阿玲嘅店。Long summer。哦，阿玲會點啊？阿玲開店嘅，成頭嘅數啊，成意思咩？哦。出每隻 band 嘅入邊冇啲嘅我聽啊。得啦，你講下你得咯，你點就得咯，得睇未 ？Bring in more 去睇未 ？Bring in more 咪是Bring in more 是你 Bring in more 是得咯，我想。咁大嘅咩？OK，你點就得嘞？第幾陣？3樓113。3樓113。可能經 long summer。咩 long summer？做下咯咩？咩 long summer？ long summer paper and gift。paper and gift 咧，睇俾即係掛本啊，所以攞嚟使佢夾俾本。佢 bring in more 咧，佢到嚟睇俾菜店咯，但係咧講咧係個 website 去睇download，那時你到廣告會，然後到啲 Malaysia 到啲咁，可能是嚟俾暫時你俾成俾嚟講你係又係 post 你講咪 post 什麼 ？Love Lane 揾俾張 release sensations 啊 ，Love Lane 我冇就俾佢訂真啲。我講下，讓 list 起來，你想我隻 email 嚇。我上去知識嘅到嚟睇俾嚇，特別靚還是 online 是到嚟睇俾 list 話咧，是要幫到啲 website，然後人佢愛隨時就去邊咧學見到 com 嘅網頁去睇隨嘅啦，佢 list 看真隨。使，馬仔嚟教時看你個啦，是你笨事啲我是邊咧學嘅咧，節目咧我是講佢叫你because 我 distribute free 嘛個了，咁我叫你翻版嘅人個啦，去印直接去搞 distribute 個好，free publicity 哦。是咯。特別我只人是邊咧學嘅咧，show 是落啦去放啲 CD， 而家可以馬聽啊俾。就我馬當嘅我解用 iPad 嚟嚇，定到時咪是就會 download 嘅啦可以聽。係咯，特別支持即係我咪邊個CD project 啦嚇，尤其是嗰陣聽到我聲，即係我聽到我聲無我冇幫到。你特別俾 CD 嘅嚟聽，有啦，但係後尾是嗰個。特啲，我是唱第幾嚟啊？第幾嚟？第三，就個第三 verse 就冇。OK，打扮下。嗱話。哇！笑。But I'll be faster than your car can go. Your car can go. Life is good without a strife. This is my beautiful island life. Hey, come back here. 老咗，是都有機會試去㗎，你 studio 錄音啊？佢執落好杯嚟啊，唱嚟咩？那個係啱啦，一個咧，個辦佢派 delay，但係一唱歌就啲 online。你渣就冇唱啊 ，transmit 過嚟你轉啊你講。啊，少特別卡我俾我解啊，點解我去唱到我哋自己嘅 church 去唱啊，依 acoustic 啊。哇！真解 ，because 伊個 choir 加伊個 organ 喺邊拍，我就俾看啲 conductor，但是我聽嚟講，啲唱完咧就我到啲頭整去唱，即係伊 travel 嚟是半 about half a second 嘅，我就俾看啲 conductor 唱，所以我唱到啲 against 我聽就，所以我就俾唱 according to 伊個 conductor，但係kan看啊，我唱就我咁買啊，我穿啊，我唱咁我穿。Because 我唱歌是靠聽，我就是我靠聽嚟講是 already too late 啊，人聽嘅人啊。
啊。行 call 咯 ，acoustic 未好啦。我講 please 幫 monitor 頭我係耳啊，是到啲我這邊我係聽到樣啊，我佢對咗唱啊。因為 church 一等，所以 travel 一個過來嘅時候，你是辦嘅。特別好嘅就係咱到 studio 嚟落個本係本地。那特別我 studio 自己巴黎啊啦，阿咪自己特別自己啊。我又冇相機咪，我係相機咪，我有相機，我咪就係佢。我唔知講，我 because 我廚房時我係冇 get in 嘛，我係個烤房時佢哋當今差唔多比較貴啊，佢哋個烤啲鏟啊，就蛋絲就大聲，我就等緊住我嘅吞落。OK， 感謝各位感謝我哋特別嘅邊啦，阿 boy 啦，感謝即係黑池啦，一個感謝我規定嘅了，特啲觀察studio 會規定嘅了，看有班，個有零，個有巴掌，個有觀察，個有本領，感謝了，記支持 ，keep 住好嘅，大家話一除嘅 information 嘅了，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咧我哋再見佢，拜拜，拜拜。OK， 等陣喂，感謝很屌嘅人啊，就聽本。OK，alright， 感謝 good job，yay。Alright，thank you，thank you John。感謝，那是我特別靚咧，我特別支持。到啦，16號launch，OK，先16號，我係到底菜店啊，我看到迄個到底本來，my 本來嘅 website 係這裡就是伊 promo 嘅 poster 嘅blog，係咯 ，OK， flashback 嗰啲嘅，佢問啲嘅少啲話個 launch 啊。OK， 你個叫你 list of 你按照去俾你個講講。我昨晚到 Facebook 有 copy 一個好，包括 update 佢嘅好。伊個所在嚇。嚇，條 Facebook 嗰個 Facebook。你寄 email 好嘛 ？because 小姐啊，一地我嘅隨個半時，你寄隻。我甲應隨到個了，一頭幫啲 website。我講聽我下禮拜是幫我就去落7月15啊，不係7月15咧幾個 episode 啦。แล้ว幾個 episode 時我對你講淡薄 tease about 這個 show 啊。so 我下禮拜18號時我幫啲 show。แล้ว after that 我特 week 我 mention 特別 because 我冇 track 過，所以我冇幫到特別我幫到即係阿 boy 教我喺即係掛特別，แล้ว tease 然後嗱，แล้ว教阿 boy 隻 episode 去，所以 continue 啲 promote 個啦 after 出嚟時。其實感謝。講條推歌數都嘅，講陣咩 perform 啊？咩 perform 啊？嗱，即係伴你在樓下狂往到點 perform 就，如果快到時你炸喎，這邊爬大個 base 喎。大頂冇眼你講你冷嘅，你當大頂嗰啲垮掉。你看到明明隻股啊，伴你。伊當兵拍隻股啊。我聽到講嘢即係聲，我就冇人講直接拍。哦。我成時講 keyboard 嚟，你講喂，我 keyboard 別等開嚟聲啊！我看 keyboard 嚟找我個actual 嚟找我冇聲嘅啫。哦。keyboard 拍keyboard 咧是。定頭毛，我看到是低頭毛嘅，一條嘅3部上。哎呀！你話我俾人嘅，佢就計撚多面頂兩個。攞住10杯嚟對。行出去啊！老子好嘅啲老雜。行出去啊！我這個老雜啊！你全部都硬跳超味！我要去聽你硬跳起來學唱啦，我俾錄。好唱㗎 ，very good，thank you very much。Good job，我對邊啲時間去吹浪啊？我等於聽。guess what？我有一個希望啦。我講講先，我是 musician 嘅啦。我本是 musician， so I feel very passionate about musicians 啊。我有一個 dream，就是要做一個 variety show on stage 啦。
所以我 because 我係 show 特別成，看到人講話嚇，然後我定住舊年我對佢邊嘅是即係技巧有 offer 我係 stage after 樣 show 啊半暝嚇，我其實 show 我就到啲 live 到啲 stage 去做隻 live show 咯。Then 我到啲 live 我是希望啦，不到我是有機會是，我是被段 as a live show 入邊咧學緊 live 特別我 intersect 我 segment with musicians 是咋，所以我講嘅時候 OK 邊啲about 邊啲musician 就嚟唱啦，是個 continue 啦 show啦，個接會接唱，所以就 maybe about 1 hour or 1.5 hours of talk show 做小唱music 嘅嚇。會使冇問題，叫我啦。So 我暫時是我俾 test， 我已經 test 講我係 live stage 嘅 show last year 會做嘅成功，แล้ว我 maybe this year either 咩 launch this 12個月還是1個月是我俾去做啲 test 嘅 show，still 是冇累過啦，我俾 test 看看有format 會 work 喎，但是我隨看到影嘅人嚇，俾嚟 perform 淡薄嘅就係使嚟嘅嚇，我跟人講，唔使，冇問題。影隨文領。OK， 影隨咩？影隨咩？影隨文領。哦，影隨文領嚇，對。雙哩哩啦，講 ，OK， 感謝。OK， 拜拜。拜拜。拜，感謝 Ruth， 感謝阿 Boy， 拜拜。嗯，拜拜。Thank you，拜。